季节相遇的喜怒哀，Say goodbye。马拉自在沙马，Say goodbye。英文不叫有机会啊，把它翻完整一点再跟大家分享。但这样子就会，我觉得就会大家会有兴趣，想要多学一些不一样族群的语言，每种语言就是一种交通。我真的要这样想啊。还有你都有机会来台东了嘛？你都学几句这样。在海岸线都是阿美族，往南边走都是台湾族。这个地区大部分是卑南跟阿美这样。靠山有两个比较模糊的、比较黑的，一个是布蒙，一个是卢凯。对，差别在于他们的身高。对，布蒙跟卢凯的身高好像没差多少哦，大家都1.5以下。他们常常讲小鬼湖的故事，你知道卢凯族有小鬼湖吗？啊，小鬼湖这样，如果有机会，你可以问他们，就在布吉尔大南的。啊，小鬼湖是他们的禁地，因为那个湖深168公分，他们只有最高的165，深不入水，垫脚尖还是吸不到空气。有机会问他们啊。我不知道唱什么歌了，都是你们害的。本来想说我是很有气质的人。喝饮料都吸管的，喝啤酒也可以用吸管试试看。会慢慢喝，因为酒很贵，你知道吗？1瓶100块的样子。对不起，笑话都很冷的，对不起。可是我不知道大家年龄层分布怎么样，要统一讲一个。好，其实今年很特别，今年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丰富的一年。因为出一张母语专辑，然后想说很久没有看到，就是在台湾的所谓的唱片市场里面有一整张就是都是用母语创作的一张专辑。当然中间跟唱片公司沟通很辛苦，但跟我的团员沟通也很辛苦，所以我是图腾里面单飞不解散哦，好不好？因为这样两边赚钱比较快，要赚的比较多一点这样。但是一直想要完成这个样的梦想，对我来讲，我花了很多时间，然后去跟我的唱片公司，去跟我的朋友去讲述我这样的梦想。然后今年真的发了，那发的过程当然没有赚到什么钱，因为不可能有太多的所谓的商业演出这样。但我得到很多出国的机会，在今年的3月，我去了日本15天，8月去了加拿大16天，9月去了上海6天，昨天才刚从法国2个礼拜才刚回来，下个月要去香港。哇，我真的是国际艺人。我都快没有钱了，一直出国，虽然都是免费的，就觉得还蛮精彩的。就是有机会更多不一样的人分享。到了国际，才到国外才知道，其实真正属于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现在我们在的这个地方，我是这么想的。当然去日本的时候，我还很紧张，然后就找了朋友这样子。我想到要发挥我自己创作的长才，就跟一个日本作家合作写了一首日文歌这样。对，我会唱日文哦。私は庶民です。僕は台湾原住民の阿美族語。よろしく。听得懂吗？我还可以讲法文。Bonjour。Je suis soumis。Je suis aboriginal的台湾人。阿里兄弟。可以讲法国有没有？当然我英文很烂。My name is Sumi。好，来带这首歌的 solo 献给各位。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る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て
自然な気持ち何もさずそろそろそろどこでもなくそこでもなくあるだけの恋と自分先の空景色は広いと道その始まりはただ白く知らぬ明日の思いの緑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ている自然な気持ち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そろとどこでもなくそこでもなく十分な今日の希望離れた高い空悲しんでもしなるありがとう知らぬ明日の思いの流れる